沙僧，原名沙悟净，是《西游记》中的重要角色之一。他是唐僧师徒4人中的第3位成员，以其忠诚和武艺著称。在整个取经路上，沙僧一直扮演着保护师父和师兄的角色，同时也展现出他自身的智慧和信念。然而，在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中，沙僧也经历了一些意外和挑战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误中9头虫的毒箭的事故。在师徒4人前往西天取经的途中，他们经过了一个名叫兜率国的地方。这个国家被一个名叫如意真仙的妖精统治着，而如意真仙是9头虫的儿子，拥有强大的法术和武力。9头虫为了对抗孙悟空和他的师兄弟们，特意设计了一个陷阱。他让如意真仙化身为一个老汉，故意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向唐僧师徒4人求救。如意真仙哭诉称自己被9头虫追杀，师徒4人出于慈悲心肠，便答应帮助他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如意真仙早已与9头虫商量好了，目的是要陷害唐僧一行。在他们护送如意真仙前往9头虫藏身之处的途中，9头虫派出手下的8个儿子埋伏在道路两旁，等待他们的到来。唐僧师徒4人行至一处峡谷时，9头虫的儿子们突然出现，对他们展开了突袭。沙僧凭借其高超的武艺，奋勇与9头虫的儿子们激战。然而，在激战中，一名精通毒术的9头虫儿子暗中射出一支毒箭，误中了沙僧的左手。这支毒箭异常厉害，其毒性极强。沙僧承受着剧痛，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战斗，依旧与敌人顽强抗衡。孙悟空等人也纷纷出手相助，最终打退了9头虫的儿子们。但沙僧的左手却因为毒箭的毒性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无论师父唐僧如何用法力施治，也难以完全康复。这次事故让沙僧体验到了生命威胁的危险，也让师徒4人更加警觉，意识到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潜在的危险和挑战。沙僧虽然左手受伤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仰和责任，依然坚定地继续跟随唐僧师父西天取经的征途，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西天取经者的勇气和智慧。